大家好，歡迎嚟到高位網絡啊！我係李啟智，咁今日我就教大家打呢個英式桌球 Snooker。咁我首先講下啲基本玩法先啦。咁打波陣可以打個白波嘅啫。咁我哋有唔同嘅分，就唔同嘅波有唔同嘅分數值嘅。呢度有紅波咧就係值1分嘅，黃波就值2分，綠波值3分，啡波值4分，藍波值5分。青波就值6分，黑波就值7分嘅。咁個打法咧就係要入一個紅色，跟住就有一個顏色波，一個紅色一個顏色波咁樣輪流入嘅。咁直到啲紅波冇晒之後咧，咁就可以順序打翻啲顏色波嘅，就係黃、綠、啡、藍、青、黑咁樣嘅。好啦，依家就介紹下篤波嘅基本站姿。左腳微曲，右腳伸直，指向目標波嘅方向。右手呢就成鐘擺式，左手就伸直嘅 GQ 擺喺左手嘅虎口位置，跟住右手發力向前推出去。好啦，呢個就係基本嘅擊球動作。好，依家介紹下基本嘅 Q 法。首先介紹下高 Q。高 Q 首先我要哋睇下個 Q 頭擺喺個白波嘅位置，就係白波終點對上嘅位置。依家阿志示範高 Q。高 Q 嘅後果呢，就係白波會向前行嘅。第二種 Q 法就係低 Q。低 Q 咧就係 GQ 嘅 Q 頭要擺喺個白波終點向下嘅位置，係啦，咁都係鐘擺式發力向前推出去。依家就由阿志示範下低 Q 嘅後果啦，有請。好，依家介紹中 Q 嘅 Q 法。咁中 Q 嘅 Q 法咧，就 Q 頭位置咧，就應該擺喺白波嘅中間位置，跟住鐘擺式發力向前推出去，咁個後果就會停喺度噶啦。依家有阿志示範一下中 Q 嘅後果。好，而家就介紹下呢個打波嘅左邊同右邊就係加西嘅做法啦。嗱，首先就瞄中間啦。咁如果瞄右邊咧就係叫右邊西嘅，咁如果瞄左邊啲咧就係左西嘅。咁咧我而家就示範一個效果出嚟嘅。好，而家就示範下呢個右邊西嘅，咁個波就會去咗右邊嘅，就打中間偏右嘅。咁而家就示範下打左邊西嘅，就打白波嘅中間偏左位置。咁個效果就係會咁樣啦。咁而家就教大家一個練波嘅方式啦，就練大家出直 Q 嘅。咁呢度有條線啦，咁就可以做咗個參考嘅。咁就打一個白波嘅中間啦。咁打得直嘅話，正中間嘅話咧，個白波係會翻轉頭中翻你自己支 Q 嘅。你支 Q 保持唔喐嘅話，個效果就係咁啦。咁就可以練大家出直 Q 嘅。咁頭先就介紹咗呢個出直 Q 嘅方法啦。咁如高階少少嘅朋友咧，就可以練下打直張台啦。咁就難度會高啲嘅，遠啲。而家就示範下基本玩法啦，就打一個紅色波一個顏色波咁樣順序打嘅。咁入完呢啲紅波、顏色波之後咧，就冇晒紅波嘅話咧，就要順序打啦，就黃、綠、啡、藍、青、黑咁樣順序打嘅。
如果中意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 我哋啊，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或者喺以下呢個網址重溫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